大家好，我係琉璃，喺呢度正式宣布拿基神社系列正式完結，耶！真係完全冇諗過我會將佢畫完，基本上每日畫畫嘅時間都會超過10個鐘，而且我仲堅持咗2個月，更新到一半嘅時候真係超想放棄，好彩將佢堅持落去。嚟緊亦都會寫更加多嘅故事，有興趣嘅話可以訂閱呢個 channel。如果想睇更加多日常嘅小故事，歡迎可以去 IG 嗰度睇下。跟住會係成個系列嘅合集，有興趣嘅話就快啲坐低睇啦。事不宜遲，靈異故事正式開始。清晨嘅薄霧入邊，校園附近突然出現一座神秘嘅神社。神社雖然唔大，但係吸引咗好多人嘅目光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關於佢嘅流言開始流傳。據說只要奉上一切，就可以實現一切願望。但係侍奉呢座無名嘅神社，真係唔會有啲乜嘢後果。夕陽將天邊染成橙紅色，校園嘅路上，海玲一個人行緊返屋企。咦？呢度幾時多咗間神社㗎？唔通呢個就係最近謠言嘅神社？海玲停下腳步，深深咁樣凝望住神社。如果可以，我都好想見下呢個神社嘅主人。海玲繼續向前行。突然發現有一位同學跪喺神社面前，雙手合十，似乎喺度許緊願。喂，唔好行近嗰度啊！一枚硬幣跌入神社入邊嘅香錢箱，回音喺肅靜嘅空氣入邊顯得格外刺耳。契約達成！聽到奇怪聲音嘅海玲嚇得後退一步。海玲嘅視線穿過神社嘅紙簾，佢見到本堂入邊隱約有一條瘦長嘅身影，周圍蒙罩住朦朧嘅光芒，而身影嘅背後有一條長長嘅尾巴微微擺動，帶嚟一種不祥嘅預感。哇！呢個係咩嚟㗎？走，我哋唔好留喺度。點解要阻止我啊？我覺得佢好危險啊，唔好再去嗰度啦。但係我淨係想實現一個願望啫喎。同學默默點頭，雖然看似理解，但係卻掩飾唔住眼入邊嘅遺憾。返到去神社，本堂入邊嘅身影依然企喺度冇喐，燈籠嘅微光搖擺，增添一層神秘嘅氣氛。海玲打開門口，陽光透過窗灑入客廳，梳化上面白晝懶懶閒咁靠喺椅背，望住電視，手上面攞住零食。今日嘅節目真係無聊。海玲佢冇回答，快步咁行喺白晝面前，一下捉住佢隻手，快啲跟我走！又發生咩事啊？海玲並冇回應，只係繼續拉住白晝向外面走。就唔可以講下發生咩事先咩？喺前往神社嘅路上，海玲簡單咁講咗發生咩事，而喺神社所在嘅位置，原本嘅建築物已經完全消失。海玲同白晝企喺空地中間，周圍喺度望。等我睇下你捲入咗啲咩風波。白晝輕輕撥開地上嘅樹葉，一片殘破嘅蛇皮露咗出嚟。有趣，睇嚟我哋嘅朋友唔係一隻普通嘅鬼怪。呢個係蛇皮？睇嚟我哋已經揾到線索啦。白晝手上嘅蛇皮隨住風飄動，帶嚟一絲詭異嘅氣息。坐嘅課室入邊，學生慢慢咁入嚟。海玲坐喺自己個位上面，神情嚴肅咁觀察住周圍嘅同學。尋日嘅神社，仲有尋日嗰把聲。佢周圍望，見到尋日許願嘅同學喺度執緊書，於是佢就企起身行去對方。前輩，你尋日喺神社去咗啲咩願啊？只係希望成績可以進步啦，結果今日嘅小測真係比平時高分咗啊！咁都好啲，睇嚟淨係小願望嘅話，影響應該唔大。我琴日喺神社許願，希望屋企可以變得有錢，結果今朝爸爸就突然收到升職嘅通知。真係㗎，我許願自己可以變瘦，今日一磅重，真係瘦咗2公斤啊！氣氛變得熱烈，大家紛紛分享自己嘅願望同埋結果。咦，唔對啦喎，無論係大嘅願望定係小嘅願望，大家嘅願望全部都實現咗嘅。時間推至中午，海玲行喺學校嘅走廊上面，仔細觀察同學嘅狀態。
佢注意到一啲同學嘅舉動變得奇怪，有啲人變得冇心機，有啲人時不時摸住自己塊面，似乎感覺有啲唔對路。奇怪，我點解覺得自己眼角嘅皺紋好似變多咗咁嘅？我啲頭髮係咪變白咗少少啊？許願過嘅學生入邊，有啲皮膚變得乾燥，有啲眼下出現嚴重嘅黑眼圈，甚至有啲人開始有細微嘅皺紋。呢啲人，佢哋係許過願嘅人？放學之後，海玲一個人坐喺課室入邊，望住窗外嘅夕陽，回想起今日嘅現狀。如果只係單純實現願望，根本冇可能冇代價。唔可以再俾大家咁樣落去啦！我要查清神社嘅真相。我同海玲坐喺茶几隔籬討論住有關神社嘅事，所以你係咪有啲乜嘢頭緒啦？白蛇，再生與變化之神。如果神社入邊供奉嘅係白蛇乸姬嘅話，咁一切就可以講得通啦。白蛇，佢到底係咩來歷嚟㗎？呢個係我好耐以前聽朋友講過嘅事。傳說白蛇擁有強大嘅力量，可以賜予人類願望，但係代價就係以時間作為祭品。換句話嚟講，佢依靠吸食時間為生。呢一座神社嘅出現，恐怕並唔係偶然，而係佢尋找契約對象嘅方式。白晝望向海玲，只見佢眼上充滿擔憂。幾日之後，學校入邊，海玲企喺廁所嘅鏡面前，手震震咁撲開劉海，映入眼簾嘅係幾隻灰白嘅頭髮。到底發生咩事啊？呢啲唔通係因為神社？但係我明明冇許願，點解我都開始變老嘅？夜晚，海玲同白晝企喺校園出邊嘅空地，呢度係曾經神社所在之地。今晚佢哋再次嚟到呢度，決定碰碰運氣。白晝，你肯定神社係真係會再出現？如果白蛇仲喺度吸食緊時間嘅話，咁佢一定唔會消失。一講完，空地上面就突然飄起一陣詭異嘅風，白霧彌漫，原本空無一物嘅地方逐漸有一座古老嘅神社。本堂前面嘅燈籠搖擺住淡黃色嘅光芒，投射出詭異嘅影。哇，真係出現咗！所以你哋揾我有咩事？海玲下意識咁匿喺白晝後面，小心咁樣問：白蛇啊，我明明都冇許願，點解我都會變老嘅？你之前入嚟神社嘅時候，咪講過話想見我嘅，我好好咁實現咗你嘅願望噶喎。吓，咁都得？呢種講法喺我面前冇用噶，你呢個老不死，快啲將大家嘅時間還返嚟。神秘嘅白蛇同白晝對峙，更大嘅衝突即將爆發。意識籠罩神社前面嘅燈籠散發住詭異嘅光芒。白晝同海玲企喺神社入口面前，白蛇優雅咁企喺樓梯上面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呢個神社淨係接待貴客，閒雜人等請回吧。佢輕輕揮袖，周圍嘅草木迅速蠕動，荊棘如猛獸般水出，直擊兩人。小心啊！白晝迅速將海玲護喺身後，雙眼一沉，只見佢隨手拔劍斬斷閘內嘅草木。佢嘅劍術迅猛而精準，將每一根閘內嘅藤蔓切成兩段。海玲下意識望一望白晝手中嘅武器。等陣，你竟然用桃木劍？你唔係鬼嚟嘅咩？你唔擔心會唔小心傷到自己啊？吓，有用咪得咯，是但咩？白蛇見到之後，嘴角嘅笑意笑得更深。原來係一位特別嘅客人，不過你都係同我出去啦。佢一講完之後，白蛇攻擊變得更加兇猛，地面裂開，巨大嘅藤蔓喺土入邊捐出嚟，直逼兩人。白晝就用更加快嘅速度反擊，劍光同荊棘不定碰撞，散出火光。都話咗，我討厭麻煩嘅事，更加討厭捲人麻煩，所以都係快啲解決啦。白晝一講完，手中嘅桃木劍劃破空氣，大力揮向草木，劍氣直接將白蛇攔腰斬下。喺嗰一瞬間，成座神社猶如幻覺一樣突然消失。咁樣已經解決咗？白晝並冇回答，似乎喺度諗緊啲乜嘢。到底呢件事係咪真係有咁簡單啊？
課室入邊，陽光透過窗灑入嚟，氣氛望落去好似好平靜咁。但係仔細一睇，一啲去過院嘅學生面色依然蒼白，眼角嘅細紋未退，甚至有啲人好冇精神咁趴喺台面。終於可以擺脫呢個神社啦！照道理嚟講，大家應該恢復正常先啱噶嘛。佢周圍望，發現情況並未好轉，皺起眉。唔係喎，點解大家都仲係咁嘅樣嘅？佢轉向白晝，只見白晝懶散咁靠喺窗邊，雙手負胸，眼中閃過一絲唔耐煩。喂，白晝，佢哋應該恢復完咗先啱㗎。我咪同你講過，呢啲詛咒邊有咁容易可以解除啊？海玲聽完之後面色一變。吓，咁你嘅意思係？嗰條白蛇八成係脫皮走咗佬啦啩？海玲聽完之後震驚咁擘大雙眼。吓，脫皮？所以話佢根本就未死？梗係未死啦！呢種類型嘅嘢，淨係用斬係唔會有用噶。白晝眯起眼，目光轉去窗外，似乎喺度思考緊之後嘅對策。唉，真係一個麻煩嘅老不死，睇嚟只可以換一個方法去對付佢啦。喺學校走廊入邊，海玲同白晝並肩而行。海玲依然都係一副好焦急嘅樣，相反白晝就係一副好悠哉無哉嘅樣。啊，咁而家應該點算先好啊？神社已經消失咗，唔通我哋一直要等佢自己出現啊？咁又唔係冇辦法嘅，佢咁中意同人類做交易，只要我哋設法令到佢主動現身咁就得啦。吓，咁要點樣先可以令佢主動現身啊？利用佢最想要嘅嘢咯，人嘅時間。夜晚嘅神社，白蛇企喺神社面前，周圍彌漫住詭異嘅氣息。神明大人，亦都請你實現我嘅願望啦。聽到白晝從容嘅說話，海玲瞪大雙眼，愕然咁望住佢。吓，你話咩話？當然可以啦，只要奉上相應嘅代價，任何願望都可以實現。白蛇嘅雙眼閃着，就好似打量緊白晝嘅靈魂咁。喺度諗乜嘢？我哋明明知道許願都係陷阱嚟。我知道，但係呢個係我哋唯一嘅機會嚟噶。唯一嘅機會？放心，我有辦法。如果時間可以倒流，好多嘢都可以改變，或者嗰陣時嘅我，總之就唔會變成而家咁樣。海玲望住白晝嘅表情，感受到佢語氣中罕見嘅沉重。白晝到底經歷過啲乜嘢呢？我一直都以為佢係一個吊兒郎當嘅鬼，從唔會將事放喺心上面。但係，呢次嘅眼神卻帶住一種我從未見過嘅情緒，係後悔、悲傷定係自責啊？佢又從來都冇提過佢自己嘅事。如果真係可以時間倒流，佢會想翻到去幾時？哎呀，唔小心講遠咗添。係咁，我嘅願望係希望可以變翻去以前咁。佢一講完之後，白晝嘅身體開始發出耀眼嘅光芒，神社入邊嘅空氣變得沉重。簡直係愚蠢，翻到過去係要背負最沉重嘅代價。就等我吸晒你嘅生命佢啦！周圍嘅琴晚開始瘋狂朝住白晝而去，佢嘅身影慢慢消失。耀眼嘅強光籠罩神社，空氣入邊彌漫住強烈嘅靈力波動。海玲緊閉雙眼，當光芒漸漸消退，海玲緩緩睜開眼睛，見到眼前不可思議嘅一幕。白晝毫髮無損咁企喺原地，而白蛇嘅身體卻迅速枯萎衰老。點解會咁嘅？白蛇嘅金色長髮開始變得灰白，皮膚乾裂，神情充滿痛苦同不甘。點解會咁嘅？我嘅力量竟然喺度消失緊。係時間。白晝佢原本就係已經過世嘅人，佢根本就冇未來嘅時間可以攞。睇嚟你喺侵蝕其他人嘅時間嘅時候，從來都未諗過自己亦都會有失算嘅一日。白蛇嘅身體就好似風化咗嘅沙一樣，慢慢剝落，
佢試圖伸手捉住啲乜嘢，但係卻徒勞無功。金色嘅發絲喺風入邊化成塵埃，隨着破碎嘅神社一同消散。神社嘅建築結構開始龜裂，石柱崩塌，神社入邊嘅燈籠喺閃爍幾下之後熄滅，最後化為一片虛無。白蛇佢發出最後一絲沙啞嘅低語，佢嘅眼神由憤怒變為驚恐，最後消失喺漫天飛舞嘅塵埃之中。冇可能，我係神明，我係永生永世受人尊敬嘅神明。你哋呢班人淨係識得一味所求，我攞少少報酬又有啲咩錯啊？佢嘅身體喺風化入邊化為碎片，最後一縷金光隨住神社嘅崩壞一同消失，留下一片荒蕪嘅空地。曾經嘅神明，如今只不過係時間嘅塵埃，終究歸於虛無。而被奪走時間嘅人，一個一個恢復正常，皺紋消失，頭髮變翻去原本嘅顏色，仿佛一切只係一場夢。原來時間真係唔係任何人都可以觸碰。時間唔係人類嘅財物，亦都唔係神明嘅憐物，佢流動住，帶走一切，亦都會帶嚟一切。所以人只可以活在當下，或者呢，但係正因為咁，活着先至可以顯得有意義啊嘛。我凝望住白晝，心入邊湧起無數嘅疑問。佢曾經係邊個？佢過去嘅時間又係點樣消逝？但係佢並冇開口，因為佢隱約知道呢啲答案或者係唔應該被打破。事件告一段落，唯有時間依然靜靜流轉。白晝嘅身影喺微光入邊顯得飄渺，仿佛與呢個世界漸行漸遠。哼，能夠計劃咗一切，真係一條冇用嘅蛇。